3萬蚊買3房，10萬蚊上車大平層。中澳集團呢期咧又搞大動作啦，喺市區呢個和裕春浦呢個盤啦，和裕春浦大家應該知道噶啦，配套非常之齊全，5分鐘可以去到兩大商場啦，天逸匯同埋富日城等等呢啲嘅。咁屋苑有自帶樓巴可以翻香港，真係非常之適合香港街坊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再睇睇個園林先。嗱，咁首先嚟睇一個實用啲嘅戶型先啦，89平方，3間房2個洗手間嘅，所有嘢都四四正正，該有嘅全部有齊，洗衣機位、晾衫位，南北對流下，最緊要係咁就餐區咧同埋活動區全部空間都 OK 嘅，3間房2個洗手間，所以實用程度非常之高噶吓。嗱，89嘅剛需戶型，你覺得唔夠用嘅話，呢個就一定要睇睇啦，超大嘅大平層設計。呢個廳足足有80個平方，遠處望翻我哋山景，左右兩邊係我哋休息區吓，每間房都做到超大。咁我哋呢邊主人房咧都可以再望一望，因為你使咗更多嘅錢，必然有更好嘅一個享受嘅。呢個大套房擺埋浴缸喺度，就好啱香港街坊嘅呢個生活習慣同埋喜好啦。咁如果對呢隻戶型有感興趣嘅話，記得 call 啦，我 send 啲資料你睇睇，或者評論區留言，我派車過去接你。